琉璃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跟我分开好吗？琉璃，别拒绝我好吗？少夫人，请慢用。喂，小薇啊。陆妍希，你终于打电话给我了你啊！其实小薇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见个面呢？好吧。好的，老地方见啊。李小薇啊，李小薇，这么多天不见，你真是一点儿长进都没有。对这本杂志也能犯花痴，对不对？你还说我呢，死丫头！打电话约你，你又不过来，怎么？今天有空啊？这个最近情况有点特殊，我刚刚换了一份新工作，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适应。真的？那工资待遇高不高？还可以吧，反正比之前的高。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你气色都好多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特别无聊，好压抑。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？既能赚钱又轻松，你还真以为是天上给你掉了一块大馅饼出来啊？可是我梦寐以求许久。哎，死了，都怪你，怪我，怪我。蒙丽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哥，我等着上夜班呢。走吧，跟哥吃饭去。不行啊，一会儿老板扣我工资了。工时费我出，上车吧。行。哎，龙飞，跟老板请个假啊。好嘞。这眼睛，哎，哥，你小心点，小心。